先生来关心的就是这中选会呢，向最高检察署来告发41件假连署的罢免案。即马除了双北市以外，就连高雄的检调嘛开始有动作啊。北检是来敲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也有相关干部的徛家。台北地院伫今日透早5点外的时阵，裁定主委黄路锦如甲陈焕川是无保请回，那姚富文甲曹文庆是羁押禁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骗上赖清德，那准阁加惊一步。就等于是直接宣布戒严。点到6日，伫台北地院外口静坐，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暗时，佮号召支持者到场。相关遭到性爱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等4个人，真侪国民党立委、市议员也到场宣讲。除了号召数字量就开除，朱立伦也批评总统赖清德，每日都是咧斗反对伊的人，竟然韩总统饮食我一定自叹不如。全台湾现在在大搜索、大交保、大收押，从南到北，我相信只差一步了，赖清德只差一步，直接宣布戒严。北检17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甲区党部这个所在，佮将主委黄路锦如等人召回进行了后，剩下引起南亚不满。18开议亚庭，台北地院也透早5点外裁定黄路锦如、陈焕川无保请回，姚富文、曹文庆羁押禁见。所有民众继续联署，我们的联署工作照常进行。调查人员将电脑主机直接搬走，罢免民进党立委用这科技嘅团体，高雄双北嘅连署总站甲带头人徛家18遭到搜查，因为涉嫌不实连署，甚至有便衣检调去凤山港协市场连署站，将工作人员带回调查。如果他们有搜索票，他们有拘票 ，OK， 请拿出来，让我们认为现在的绿色恐怖，你们是合情合理的。即便你觉得他跟朱磊有关系，要一起回家清查，你没有拘票就不能带人。朱磊明目张胆的表示抄党员名单有错吗？这种伪造文书的行为被检调搜查是意料之中。我尊重公民罢免的权利，但呼吁国民党不要再抄了。高雄双北嘅带头人朱瑞甲黄凤芝负责人施尚贤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选罢法，遭到移送高雄地检署的被告。检察官开暝进行了后，黄凤芝18暗时10点无保请回，朱瑞伫19透早点外15万交保。另外，家人检调针对罢免立委林百祥的电书有116件提起书涉嫌伪造，也展开第一步初步调查。林百祥声明呼吁司法应该公正中立，对拿着两边的标准爱共款。日前有接获到中央选举委员会告发，针对涉嫌伪造的提议人名册有进行查证，来厘清是否有相关人士涉有刑事犯罪。中选会指出，目前有违法嫌疑告发案件41件，拢有提供事情给检方，相信检方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